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风台要来，若是有机会休风台假，可能就有人利用这个时间伫厝内摒扫。即马差不多逐户拢是有吸尘器，或者是用扫地机器人要吸营养真便利。过去上加门请，即马颠倒较看咧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请读字用请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请就是请烟豚的鸡丝。过去真常看到用鸡毛做的，咱讲是鸡毛请。有一款竹仔做圆形的细枝扫帚，用来清鸡条的鸡屎，或者是鸡请。若破鸡请是形容一个人的声音真歹听。有一款用竹尾仔做长长的褥仔，专门用来褥顶或者顶请。另外古早用来褥碗盘的褥仔，或者是竹请。也佫有樟木褥仔，或者樟请啊。请卖当做动词，意思就是清垃圾、营养、烟囤这个动作。像讲甲这请互清气，也佫有摒扫，有人讲是清摒、清扫。也佫有旧历12月24就会清屯，就是70名到甲新名。有两个古早词，一个是清班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爱点红绳，讲伊真牛；若是清头香，是讲一个人爱出风头，也佫有爱对时行、爱管营仔袋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鸡毛请，头前讲到就是用鸡毛做的清营养的鸡丝。第二个词读做破鸡请，这是形容一个人的声真歹听，真插耳，鸡气空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阿嬷早起用鸡毛请来清碰椅，听到隔壁厝边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破甲大细声，像破鸡请，阿嬷就赶紧出去看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请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